你有沒有試過，某天晚上刷着視頻，突然刷到一張黑白照片，才意識到一個陪伴你整個童年的人真的走了。朋友們，就在剛剛，港媒爆出一個讓人心跳漏拍的消息，我們熟悉的四哥謝賢走了，而帶走他的不是之前反反复覆傳的中風，不是年紀大了器官衰竭，而是一種我們聽起來再普通不過的病——肺炎。你敢信嗎？一個89歲，曾經在銀幕上風流倜儻、迷倒萬千少女的千王之王，最後竟然敵不過一次肺部感染。船記得千王之王，理他抽着雪茄，眼神凌厲，多少人為之瘋狂。射雕英雄傳裏的楊鐵心，雖然只是配角，但他一出場，仿佛自帶聚光燈。可如今，這些畫面都成了絕響。而且最扎心的是什麼？他走之前，身體幾乎沒有發出任何大聲的警報，沒有高燒，沒有劇烈咳嗽，就那麼靜悄悄地倒下了。這背後到底藏着怎麼恐怖的真相？為怎麼肺炎會成為老人殺手？今天這期視頻你一定要看到最後，因為接下來我要講的每一個細節都可能關係着你家里老人的命。先還原一下整件事的時間線。大家都知道，謝賢這幾年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太明朗。2022年就有媒體拍到他拄拐杖、身形消瘦，甚至傳出過小中風的消息。但就在大家以為他慢慢調養，可能船能出來見見老朋友的時候，今年7月16號，他突然陷入昏迷，被緊急送醫。搶救過程中，醫生才發現他的肺部已經嚴重感染，最終因為肺炎引發的多重器官衰竭，離開了這個世界。更讓人心情複雜的是，他的身後事低調到幾乎沒有任何響動，沒有公開的靈堂，沒有粉絲告別儀式，從醫院直接出殯火化，整個過程在短短5天內就全部完成了。據說，這是謝霆鋒尊重父親生前的心願。謝賢很早就交代過，萬一他走了，一切從簡，不想麻煩別人。他不想讓粉絲看到他最後插滿管子的樣子，他要走得體面，就像他演的那些江湖大佬，一句我走先就轉身離去。聽到這裡，你心裡是不是也有一種很難受的情緒？我們這代人，誰不是看着謝賢的電影長大的？他演的羅四海、龍四，多少經典角色，風流倜儻，霸氣外露。可到了晚年，他和謝霆鋒父子之間的恩怨又讓人看得唏噓。謝霆鋒10幾歲就出道替父船債，兩父子早年聚少離多，關係一度降到冰點。謝霆鋒曾經回憶，小時候最怕爸爸，因為爸爸總是不在家，偶爾回來也帶着一身酒氣和香水味。但有一次他發燒，四哥整晚守在他床邊，一片片換毛巾。這些記憶霆鋒很少提及，但都藏在心底。直到後來，謝霆鋒自己當了爸爸，才慢慢理解父親的不易。他給謝賢買過一輛限量版勞斯萊斯，也買過一棟獨棟豪宅，想盡辦法讓老爸晚年過得舒坦。但誰也沒想到，那些和解的畫面還未看夠，告別就突然來了。而這背後更值得我們警惕的，就是這次奪走他性命的肺炎。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樣，覺得肺炎啊，打個鉗吃個藥就好了，怎麼會要命？可醫學界早就把肺炎稱為老人殺手，尤其是對65歲以上的長者，致死率極高。為什麼？因為老人的免疫系統就像一台老舊的報警器，有撲人來，它不一定響。年輕人得肺炎，會高燒、胸痛、咳嗽、揩濃痰，這些症狀一出來，我們立刻就知道去看病。但老人呢？他們可能完全不燒，也不怎麼揩，人卻變得奇奇怪怪。比如前一天船挺好的，突然就不怎麼吃飯了，和他說話反應慢半拍，甚至胡言亂語。平時自己能散步的，突然站都站不穩，走幾步就喘不上嚟氣。謝賢離世前，身邊人就透露過，他那段時間胃口變差了很多，精神也萎靡，但大家都以為是年紀大了體虛，根本沒想到是肺出了問題。翻開香港娛樂圈，
近些年不少老前輩都是因為肺炎離開的。2023年，老戲骨周聰因肺部感染病逝。2022年，經典反派余明也是肺炎引發併發症。台灣演芸馬如龍、孫大偉都沒能逃過這一劫。他們和四哥一樣，都是把一輩子獻給演藝事業的人，到了晚年卻輸給同一個隱形殺手。這絕不是偶然，我今天就要把這些血淚教訓擺開揉碎，講給你聽。這就是肺炎最陰險的一面，它不給你任何明顯信號，卻在悄無聲息中讓肺部一點點實變，最後讓你無法呼吸，多重器官衰竭。謝賢早年中風過，吞咽功能本就有所退化，吃東西容易暢嗨，口腔裡的細菌一旦吸入肺部，就會引發吸入性肺炎。而他船有個戒不掉的習慣，抽煙。雖然近幾年他減少了很多，但早年一天幾包煙，對肺部的傷害是不可逆的。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，讓他成了肺炎最喜歡攻擊的對象。其實我們身邊有多少老人也是這樣，吃頓飯唱了一下，嗨兩聲，我們拍拍背，說慢點吃，誰想過這一唱，可能就把細菌送進了肺裡。長輩突然變得不愛說話，是誰？我們攰不攰只當他是累了、悶了，根本不去想這是身體在求救。今天這四哥這個讓人心痛的消息，我真的想認真提醒所有看到這裡的你，肺炎是老人殺手，但絕對不是防不勝防。只要你能認出這四個關鍵警號，胃口突然變差，精神混亂嗜睡，無端端喘不上氣，活動能力大幅下降，任何一個出現，不要在家觀察，不要覺得看看再說，立刻帶長輩去醫院拍個片子。有時候就是在和死神闖時間。最後，我只想說，四哥的離開帶走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記憶。他留下過風流瀟灑的傳奇，也留下過父子情深的和解，更留下了這最後一個健康警鐘。我們總以為來日方長，但有些人一轉身就是一輩子。別再讓遺憾重演了，回到家裡多看一眼爸媽的餐桌，多留心他們走路的步態，別讓你的一次沒在意換嚟一輩子的後悔。接下來，我想帶你回到四哥生命最後的那幾天，那間冰冷的病房，看看一個89歲的老人是怎樣一步步走到終點。答應我，看完這段，你會給家裡老人打個電話。時間拉回到2024年7月16日，香港那天的天氣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。薄扶林道一家私家醫院的高層病房裡，冷氣開得十足，可守在床邊的人手心全是汗。病床上躺着的是那個曾經叱咤風雲的四哥謝賢，他身上連着各種管線，呼吸機搏之地做着最後的努力，監護儀上的數字卻像退潮一樣往下掉，滴滴聲像催命符。病房裡除了儀器，就只有謝霆鋒和兩個信子的啜泣。四哥的眼睛緊閉，他再也不能睜開，用那雙桃花眼掃視娛樂圈的風雲了。謝霆鋒站在床邊，兩個信子也來了。病房裡安靜得只剩下儀器的滴答聲。老人家已經昏迷了一整天，醫生用了最強力的抗生素，但他的肺就像一塊浸透了水的海綿，再也沒辦法交換氧氣了。下午4點21分，心跳歸零，一代巨星就此落幕。據知情人說，四哥最後那幾天已經不太認得人了，唯獨對信子喊爺爺時，他眼角滑下過一滴淚。他掙扎着上抬手，卻一點力氣都沒有。消息是在2天後才慢慢散出來的。一開始，狗仔只是拍到謝霆鋒戴着口罩和墨鏡，神色凝重地進出醫院。接着港媒開始瘋傳謝賢病危，直到7月19號，謝霆鋒通過經紀人發了一則簡短的聲明，家父謝賢於7月16日安陽離世，享年89歲。喪禮將按他生前願望，不設公祭，低調進行。感謝各界關心。這幾十個字一出來，整個華人娛樂圈像被投了一顆炸彈。那一天，微博、臉書、IG 全被謝賢的照片刷屏了。有人翻出他20年前和謝霆鋒一起拍廣告的片段，那時候霆鋒船是個少年，四哥留着他的肩膀，
兩個人的笑都特別真。現在看那段視頻，瞬間衝入幾十萬條留言，很多人哭到不能自已。圈中好友也紛紛發文，劉德華寫四哥，永遠的傳奇。陳志偉在電台哽咽，香港又少了一個寶貝。謝霆鋒的前妻張柏芝雖然沒有直接發聲，但被拍到在那幾天帶着兩個孩子去了一個安靜的地方，看得出來他也很難過。要知道謝賢的江湖地位是多少人心裏的不可替代。他1936年出生在廣東，50年代就進了演藝圈，從粵語片當公小生一路演到 TVB 的千王之王，四哥這個名號一叫就是一輩子。他的感情生活更是傳奇，和甄珍、狄波拉的兩段婚姻至今都算是傳承的話題。尤其是和狄波拉生下的謝霆鋒、謝婷婷，這一家子的名字幾十年沒從娛樂頭條上下來過。他第一次結婚是和甄珍，當年兩人金童玉女，婚禮轟動一時，可婚姻只擁持了3年。離婚後謝賢消沉過好一陣子，直到遇到狄波拉，兩人閃婚，才重拾光彩。狄波拉是70年代首位港姐冠軍，美艷不可方物，兩人愛得高調，可惜最終還是敵不過謝賢的風流，分道揚鑣。此後謝賢一輩子再沒結婚，但女友換了一任又一任，最轟動的是和小他49歲的 Coco 那段忘年戀。Coco 船是個大學生時就和謝賢在一起，兩人出雙入對10餘年，這段年齡差戀情成為全城話題。Coco 甚至搬進了謝賢的豪宅，謝賢對他極盡寵愛，送名表、送珠寶，船帶他出席各種活動。但2018年，謝賢突然公開承認已經分手，他說不想擔他，船給了一筆分手費，讓 Coco 可以重新開始。晚年的四哥時常被拍到一個人去茶餐廳，點一壺茶，坐一個下午，那種曾經的光芒萬丈、沾沉沉澱成了落寞。他曾在訪談裡笑着說：我這一生愛過、恨過、風光過、落魄過，怎麼都試過，夠了。可誰都看得出他眼裡的那點孤獨。可現在他走得那麼安靜。根據多家港媒挖掘出的細節，謝賢離世後遺體直接衝醫院移送殯儀館，遵照他不設靈堂、不搞告別式的遺願，在7月21號就火化了。從昏迷到化成灰燼，前後不過5天。謝霆鋒全程操辦，保密功夫滴水不漏，連一些至親好友都是事後才知道。為什麼這麼急？後來有謝賢的故交透露，原來四哥很早就說過，我風光了一輩子，不要讓我最後讓大家看到那種慘樣，靜悄悄地走最好。他特別交代，如果病危，不要做多餘的搶救，不要插管，要留住最後的尊嚴。謝霆鋒雖然心理上都各一樣，但船是咬着牙完成了父親的囑託。後來有殯儀館的人透露，謝霆鋒全程黑着臉，但在推父親進火化爐的前一秒，他突然撲上去，死死抓住推車，哭得像個孩子。在場的人全都紅了眼眶。這種父子間的默契，哪怕隔了那麼多年的冷戰，也堅固得讓人掉眼淚。要理解這份父子情的重量，就得往回倒少30年。謝霆鋒1980年出生，他出世那天，全醫院被記者圍得密不透風。謝家的一切都活在聚光燈下，根本沒有秘密。可隨着謝霆鋒長大，謝賢投資失敗欠下巨債，狄波拉也算擇了離婚。16歲的謝霆鋒只能輟學，跟英皇簽下長約，賺錢替父還債。當時那筆債據說高達6000萬港幣，對一個16歲的少年來說，簡直是天文數字。出道那幾年，他在台上唱歌，台下觀眾狂噓，罵他是靠父親的關係，他連自己的聲音都聽不到。有一次他在紅館開演唱會，唱到一半，實在忍不住，把吉他摔在地上，但下一秒又撿起來繼續唱，因為合約裡寫着委配樂器要賠錢。他曾打電話給父親，父親只說做得不好就繼續練，便掛了電話。謝霆鋒在陽台抽了一整夜的煙，而那個本該為他當風遮雨的父親，卻在忙着談戀愛、拍拖，甚至一度和比謝霆鋒船小幾歲的女友Coco同居了超過10年。
這種巨大的疏離感，讓父子倆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無話可說。謝霆鋒在採訪裏很少提父親，謝賢上節目也不太聊兒子。直到謝霆鋒自己經歷了婚姻，做了父親，又離了婚，人生的起起落落讓他突然就懂了父親當年的無奈和漂泊。大約從2012年開始，父子關係才開始破冰。謝霆鋒主動給父親買各種禮物，限量跑車、定製西裝，甚至在中半山買下市值過億的獨棟豪宅，讓父親安享晚年。而謝賢也開始在鏡頭前頻繁誇兒子，說霆鋒比自己強，比自己孝順。有一檔綜藝節目邀請了他們父子同台，那一期謝賢下廚做飯，謝霆鋒在旁邊幫忙，雖然話不多，但眼神裏的關心是騙不了人的。謝賢切菜笨手笨腳，謝霆鋒很自然地接過去，我來吧。謝賢哈哈一笑，對着鏡頭說：你看我兒子多痛我。那個畫面當時很多人都覺得暖心，現在回看卻成了永遠的定格。船有一件事是謝賢在另一次訪談裏自爆的。他說有一次霆鋒主動問他：爸，你船有沒有什麼願望？謝賢想了想，說：我想看着你安定下來，找個好貴宿，別再飄了。這句話後來被解讀為謝賢一直放不下兒子的婚姻大事。但謝霆鋒在父親離世後，也通過有人回應了一句：老爸走前那幾天，我天天陪着他，跟他說了很多話。我告訴他，我會照顧好自己，也會照顧好妹妹，讓他放心。這句讓他放心，或許就是對那個遺願最好的回答。只是再圓滿的親情，也扛不住病魔的突襲。謝賢的死因曝光後，肺炎這兩個字迅速衝上了各大平台的熱搜第一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一個普通肺炎怎麼能這麼快這麼猛？為此，多家媒體採訪了呼吸科專家，答案驚人地一致，因為年紀大的長者得肺炎幾乎是不發燙的，可一旦倒下就是雪崩。台灣一位胸腔科名醫蘇一峰就公開解釋過，典型肺炎症狀是發燒、咳嗽、有痰，這些其實是身體的免疫系統在即刻作戰。可當一個人年過80，免疫系統衰老， T 細胞、B 細胞來不及反應，肺部可能已經大面積發炎了，體溫計算是36.5度。年輕人的免疫系統就像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，病毒細菌一來，體溫升高，白細胞衝鋒，所以你會發燒。但老人呢？軍隊老弱病殘，敵人來了根本打不動，所以身體沒有反應，可肺裏已經是屍橫遍野。患者表現出來的是嗜睡、胡言亂語、胃口消失、走路不穩，家人很容易以為是失智症加重或者心情不好，等到真正喘起來，嘴唇發紫送急疹，白肺已經形成，呼吸衰竭往往就在幾小時內發生。謝賢在2021到2022年間就多次被拍到出入醫院，也有知情人士說他有過輕微中風、吞咽功能受損。中風病人臥床或活動減少，肺部擴張不全，痰液卡住出不來，細菌很容易滋生。再加上他早年煙酒不離手，他抽煙的習慣從年輕時就開始了，圈內人都知道四哥是煙不離手，一天3兩包是常事。他自己在訪談裏也說過，抽煙是他少數戒不掉的樂趣。有狗仔拍到他晚年獨自在家裏陽台抽煙的背影，煙霧繚繞中，他的白髮顯得特別扎眼。直到80歲之後，因為醫生警告，他才勉強減到1天幾斤，但累積的傷害已經讓他的肺像一張千瘡百孔的濾網。而喝酒也一樣，他出席活動總是杯不離手，早年更有酒燒雞的稱號。這些風險因素就像一顆顆地雷，終於在他89歲這一年，被一次小小的感染全部引爆。其實肺炎帶走的名人緣不止四哥一個。翻看香港娛樂圈，近些年不少資深藝人都是因肺炎離世的。2023年，老戲骨周聰病逝，終年93歲，死因同樣是肺部感染。2022年，經典反派演員余明病逝，也是肺炎引發併發症。就連人稱播音皇帝的李我，
最後的歲月也飽受吸入性肺炎折磨。再往前數，台灣演芸馬如龍、廣告界才子信大偉都沒能逃過這一劫。船有我們熟悉的喜劇天王曼塔，雖然大家以為他是肝癌走的，可最終奪命的也是肺炎引發的呼吸衰竭。這些人都是把一生獻給演藝事業的前輩，到了晚年卻統統輸給了同一個隱形殺手。這絕不是偶然，而是因為長者身體機制的特殊性。醫生強調，長者得肺炎有4大警號，可惜大部分人一個都不知道。第一個警號是食慾斷崖式下降。老人家平時喜歡吃的東西，比如老得軟爛的雞腿、蒸得滑嫩的魚片，可突然某一天端到他面前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或者吃兩口就放下。很多人以為天氣熱、胃口差，其實可能是因為內臟缺氧，胃腸蠕動變慢，病人根本不覺得餓。你媽突然不做你喜歡吃的紅燒肉了，你是不是只覺得她懶了？錯，可能她是聞不到香味了。人缺氧時嗅覺也會失靈。第二個警號是精神狀態的詭變。原本耳聰目明的長輩，忽然跟你講話顛三倒四，問他中午吃了什麼，他答昨天看到一隻矛。你笑他老糊塗，他可能正處在缺氧導致的譫妄狀態，大腦像蒙了一層霧，分不清現實和想象。第三個警號是無緣無故的喘，走兩步路就停下來，越話也要大喘氣，但聽不到咳嗽聲，也沒覺自己胸悶，只是人變得好累好嗜睡。第四個警號是活動力跳水式衰退，本來能自己去洗手間的，突然需要人扶，甚至起不來床，手腳看起嚟未有力氣，但檢查腿腳又沒問題，這極大可能是全身性的炎症反應已經出現了。謝賢之前在公共場合露面時，其實就被拍到過這些跡象。有一張流傳很廣的照片，是他在2023年年初和家人聚餐。他穿着羽絨服，裹得嚴嚴實實，面前擺着好幾碟精緻的菜，但他幾乎沒怎麼動筷子，只是不停地喝茶，眼神有些渙散。同桌的人講笑話，他偶爾笑一下，但笑完馬上又陷入忽呆。當時網友船評論粵四哥精神不錯，船事好率，現在回想，那或苦正是身體發出的求救信號。船有一次是他在街頭被粉絲偶遇，他反常地緊緊抓着助手的胳膊，慢慢踱步，背影瘦得讓人心痛。因為從來沒有人會把肺炎和這些症狀聯繫到一起，就那樣白白錯過了時機。這就是肺炎最狡猾的地方。他不像癌症那麼面目猙獰，也不像心臟病那麼突然陣痛，他就這麼溫溫吞吞，不聲不響地侵蝕你，直到你最後一口呼吸都變得奢侈。但可笑的是，四哥對自己的飲食和身材管理其實一直非常嚴格。他信奉少食多餐，每獨只吃6-7分飽，餓的時候吃幾顆堅果就當一餐。他堅持每天拉筋，一做就是幾十年，80多歲船能彎腰手摸地。他在保養上花的心思，可能比很多年輕人都多。老友曾爆料，謝賢吃東西非常講究，青菜只吃最嫩的菜心，菌類只挑最肥美的部分，連女友報告都越過。四哥會親自下廚煮麵給他吃，船會細心地挑走他不喜歡的蔥。他對食物品質的要求高到連去茶餐廳都自帶醬油，可偏偏就是一口煙，讓他所有的努力都出現了缺口。這告訴我們，再自律的人也抵不過一個胚習慣的日積月累。對於普通人，特別是家裏有60歲以上長輩的人來說，真正的預防不僅是戴好口罩，更是在日常細節裏豎起雷塔。比如吃飯後讓老人保持上身直立至少半小時，不要馬上躺下，防止胃酸和食物逆流暢進氣管。注意口腔清潔，至少早晚刷牙，有條件可用漱口水，因為牙周病的細菌是吸入性肺炎的主要元兇。鼓勵長輩哪怕在家裏也要慢慢散步，做簡單的呼吸操，練習用腹式呼吸，增強肺活量。最重要的是，拋掉沒發燒就沒大事的舊觀念，一旦老人精神、食慾、活動力任何一個方面出現不明原因的改變，就趕緊去做個胸部 X 光或抽個血。
很多時候，一張片子就能救命。船友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老年人可以打肺炎鏈球菌疫苗和流感疫苗，有研究顯示能減少70%以上的重症風險。四哥若是早幾年接種，或苦烈局會不一樣。謝賢走了，留給江湖的不只是那一抹瀟灑的背影和那一句千王之王的響亮名號，更留給我們一個沉重卻珍貴的生命課題。我看到網上很多人在評論區留言，說四哥走了，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爸也很久沒好好吃飯了，明天帶他去檢查。船有人說奶奶最近總是發呆，我以為是老年痴呆前兆，看了新聞決定馬上掛號。謝畫虎就是謝賢留給這世界的最後一點溫柔，用自己的離去敲響一聲警鐘。他一生桀驁不馴，晚年卻選擇用最低調的方式謝幕，不給人類添負擔，不給外界添話病，但這反而更讓人心痛。他曾經說過，人最緊要的是有尊嚴。我想他做到了，哪怕在生命的最後一程，他也是體體面面、安安靜靜，就像他演過的那些江湖大佬一樣，大裂局時拋下一句我走先，便再不回頭。據說謝霆鋒特意為父親選了他生前最愛的一套白西裝作為壽衣，讓他帶着體面上路。四哥走的那天，香港下了一場急雨，有人說老天都在為他送行。他這輩子享盡榮華，也嘗盡孤獨。他留下那些經典的熒幕形象，也留下讓世人警醒的教訓。而更讓我難過的是，四哥走的那天，離謝霆鋒的生日沒差幾天。從此以後，每一年的生日對霆鋒來說都多了一層思念的厚度。我們總說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，這句話從來不是一句空話。我們這些看着他電影長大的人，在淚水模糊的這一刻，能做的除了懷念，船有更實在的行動。今晚回家，如果廚房裏的燙船熱着，夾一塊最軟的豆腐放進爸媽的碗裏，然後仔仔細細地看看他們的臉色，聽聽他們的呼吸，不要等到嚟不及了，才在深夜懊悔地翻看那些再也撥不通的號碼。人生無常，但愛要及時。四哥，一路好走。願天堂沒有肺炎，只有你愛開的跑車和你愛穿的那件白西裝。